被中国入侵者占领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东突厥斯坦有150多万维吾尔人、哈萨克人和其他少数民族被抓捕入狱，或羁押在所谓的政治改造中心。塔城地区峨眉县一个政治改造中心被羁押的维吾尔人、哈萨克人因当局提供的食物存在严重问题，进行了集体绝食抗议。不久前还传出监狱看守人员强迫不管男女老少，只要是维吾尔人、哈萨克人就必须喝劣质白酒和吃猪头肉，消磨穆斯林意志的消息。对此，东突厥斯坦信息中心首席执行官阿卜杜吉利里卡尔卡先生说，集体绝食是个好的开端，说明受欺压人群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终于有勇气站起来进行反抗暴政，这将成为东突厥斯坦全面复兴的开始。在中国入侵者占领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东突厥斯坦，新疆医学院博后主任医师哈勒姆拉提乌普尔是个德才兼备的精英人士，同时还将维汉医学资料翻译成英文。中国政府以泄露国家机密为由，将其抓捕入狱。根据最新消息，哈勒姆拉提乌普尔在入狱期间遭受酷刑折磨致死。土耳其最高选举委员会5月9日宣布，共有6位候选人参加6月24日举行的总统选举，他们分别是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穆哈雷姆·英杰、迪马尔·塔西、阿克谢纳尔、卡拉姆拉欧鲁、佩林切克等6人参加选举。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计划于5月14日，以色列建国70周年之际，从特拉维夫搬迁至耶路撒冷。美国的这一决定遭到了巴勒斯坦和其他国家穆斯林的强烈抗议。朝鲜官方媒体发布消息称，朝鲜当局决定于本月23日至25日关闭分析里核试验场，届时将邀请国际专家见证、接受检查。韩国、中国、美国、英国以及俄罗斯的媒体记者前往现场进行参观报道。德国总理默克尔因在促进各国民族和睦共处方面所做的调解工作，获得了圣方七格和平之灯奖项。世界卫生组织日前宣布，刚果民主共和国比科罗镇地区爆发了新一轮埃博拉疫情。